各位合作后面些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做大众料理都需要调味料，两个米酒就会把食材变做好米食的灵魂哦。到底要用怎做得焗出香醇的米酒呢？料理熬人又要用老亚种蛮耐就得来到的米酒，变化出好米食呢。那我呀，很用个经验，不以为面包师傅坚持感通，然后客家人的特色融入到清单纯的法国式面包底度，做出全国冠军的面包呢。今日就听到民族，接下来去台中，你品尝香料的酒香，客家的食款啊，融入台湾菜系食材的冠军面包哦，来哩。台中市新式优化的街路巷，人接人来来去去无限的样嘅，一切係我對台中的天然印象。新舊交貨的城市地度，朝朝觀人潮的市場，充滿得人情味的風味度，其中的南北測量海陸水貨，其中輕庶民化的米酒，係各種食材料理世界親和的材料。香港的同事有一個堅持傳統功法焗酒的師傅，一個米酒只純米料，我客家地位冇本師傅等按酒來去了。劉太公你好，因你冇來就比較懂你嘅酒香啊。係啊，都叫酒啊。個 TV 來呀到尾啊，就老唔好呀，純嘅米酒用嚟做得冇？好吃的啊。真嘅哦，咁就拜託了。好啊。劉淑芬太哥從事行業，學焗酒已經10多年了。佢對焗酒特別興頭，不管係哪種酒都靠唔忘記哦。頭擺我下講中水蜜桃，阿爸就拿水蜜桃來焗酒。10年焗酒開放過後，開始用鳳來米來焗米酒。劉太哥係喺5年前接下嘅酒莊，希望老爺酒莊帶到無窮樣嘅未來。然後開始做米酒，太哥，我看你先準備下給我來，等下認識食材係冇？泡米啊，很細的泡米。對啊，然後一般人食啲米飯芎藥。係芎藥。做乜咁唔會用糯米啊？糯米做起來酒較甜嘛。米酒一般都會用那種蓬萊米嗎？大部分就係啦，咪有用香米嗰種嘅嘛酒啊。哦，香米，味道有點不一樣。好，剛剛你準備下嘅。又有一個稱呢，都要特別愛來量係嘛？係，即係人家一盤來將一袋嘅米。一袋幾重嘅咧？差唔多7公斤。我看下佢已經超過7公斤嘅呢。係，因為條盤本來都要重。3公斤啦，係嘛？加落去差唔多10公斤左右，10.8。可是太過重。按用嘅米不用都要了，你吃家不用送了。像我們吃飯的時候，米都會先洗過，這個不用嗎？不是啊，因為那做酒的啊，係啊。做酒的米都不是啊。做酒的，佢吹好了啊，被困落去發了，佢都各吹過，各蒸餾過。就很乾淨，是不是？呵呵。不用落去整的話，像煮飯的話要加水，這個呢比例上要加比例。加6公斤的水。7公斤的米，不用2公升的水，係整米的完美比例。老整飯的做法完全同樣，不用農場點半鐘過後，就變做金色色香噴噴的飯呢。這時節會錄在，做唔得水老群眾不用落去，溫度太高，群眾會死掉。撒下來嘅2點鐘地度，我見用板子便記下擺。等到飯天天的冷過後，溫度在40度以下，將做得開始不用群眾哦。OK， 泰國一下等你點個冷做，看下溫度一定降到40度以下誒，這樣可以來種菌了，半曲，對不對？曲菌，地度有哪個菌種？有酵母菌，有霉菌，有的抓有。這個菌種其實有好幾千萬種，你怎麼偷亞種咧？用細啊，用人的米啊，其實很愛的項目樣的。泰國亞黑個冇比行菌行好嘅話，會變種用誒。會擺拍啊！會米頭呀嘛個？會散拍啊！會嗎？那聽熱的時候散拍。散拍係乜意思？變醋。哦。
米线就批得出来啊呢。但外形看得出来冇咧？外形哦。可能看冇嘛得出吧。有可能几乎都有弄好啊！这要搅拌吗？哎呀，要搅哦。用翻匙吗？冇，爱用手。那做嘛做唔得用翻匙啊？哦，因为用手吼，将底讲加温度明得明唔得，明得困将会生，按能讲手落去明唔得都太少嘞。系用手来讲吼，明得多，底讲你会搅得远。表能够好嘅饭，加入自家學嘅曲權，數個天天嘅變，本權中源源分佈啲特別飯香，高樓搞好曲權嘅飯，變到同嘅地度，沙丁定就係了。哇！人家米還含葡萄香吧？這個很有那種。酒糟的米頭，又有點像是，對啊，是那個酒嘛，紅曲那個很好吃，好香哦。冇妹啊。有一些酒米當中，甜甜酸酸的，加蔥啊用同嘅地度，嗱佢那個米都下不水都。係啊，佢發嘅時佢有二氧化碳啊，跟葡香啊，按米的葡萄香吧，啊等佢發後咧，佢冇個產生氣體咧，佢都浸落去咧。那有這樣子的嗎？有啊。你做後生嗎？這個嗎？你看呀，米都浸落去啊，聽話。真勁呢！古時候壓嘅都壓到尾，隔了幾天呐？米落去啊，上咗3日了加水嘛，所以啊2日佢都葡香啊，葡香啊，直接發到有時發1月到夜半夜，佢都浸落去。就會沉下嘢，犀厲害哈！犀厲害，應該唔會聞到。太酸了，怎麼會那麼酸？佢發到酒了呀。像它這樣發好，老闆一般生米就差很多哎。係啊，一個蒸餾過啊。這個蒸餾過。蒸餾係。所以蒸餾的意思係不給雜質除脫。從酒精出來，酒同香木出來嘅。發嘅高層就係焗酒嘅關鍵，好權老快權啲焗酒嘅高層地度相互表面。係講快權一開始就較養煙，既唔單槍焗酒嘅風味唔好，甚至亦有可能數槍唔會發咯。係講環境溫度控制度好，成功率咪就會較高啲位咧。好，等下呢已經蒸餾出來耶，第一排蒸餾出來，太高都會俾人拿來看一下。而且都要水紅色皮都給酒米啊，有點烈。出來差唔多60度左右啊。真勁哦！酒精呢，加個牛肚有60度哦。哇，真的耶！60度所以咧，我就唔是走條路啊。來試看啊。試試看。哦，真勁同烈咧！佢烈到啊，哎呀，它放到3碼後，它就很像揮發掉這樣。係啊，佢酒精度高啊。用蒸餾出來啊，就做的係算這種啊買一種米酒的嗎？冇啦，你出來了，講你去做在天度啊。所以我講天2排蒸餾。因為那酒係70度的啊。係啊，蒸餾2度啊。加個酒精濃度又在提高，這樣。所以係特別講，你要倒閉，就是說你整個做的過程係懂扎實哎。不說一聽他有辦法做到那麼高的濃度，就要給他做，是不是？是嗎？哦，好。不說要等佢弄太，等下這個天2排蒸餾出來。好。太哥講，42公斤嘅米，就得焗出18公斤嘅米酒。大鋪都會照定老古人嘅做法，一樣都做唔得缺少。按樣反覆嘅做工，將做得焗出有特別香味，酒精70度，精純米酒。唔好記噃，啲是還未清米一鋪。好。
还个甲安阳知道青米铺也个算是已经蒸馏好的酒诶哈。采两道来。哈哈，哇，真嘅等你时间无按过耶。我娘做出安阳的酒来，时间真嘅喺发动酒。哎呀哈，哎呀，你都昂度系冇？系啊。可是做乜用安阳的昂嘅咧？陶瓷的东西哦，叫小小的气孔啦，佢酒变到底部的时候，叫慢慢的同空气来交流，按你酒的本来。将搅出来的时候，佢较辣，好较咸、较辣啊！佢变到底部啊，差不多变3年的时间。很久哦。啊，佢都会变较好吃、较顺。可是，一般来讲，迄讲会呼吸的话，就像个酒干的啊，迄讲过夜无准等的话，它酒精会挥发掉诶，啊，你会。就变糖水啦。哦，唔係啊，你唔會做完腳啊。係啊，可是你要冰3年呢，啊，這樣凍到誒。你人對冰，你沖入萬冰入去哦，差唔多75%。啊，佢3年了，差唔多存71%。哦，不過較好啉就錯嘅。較好啉。哦，一定要3年啊！既然你會說越冰越厚裡面發，啊就好久，要越陳越香啊。係啊，就冰越久越好啊。冰越久就賣越貴喂。哦，成本挺高誒。係啊。所以你精算出來，所以有係3年。差唔多啦，差唔多。品質咩已經穩定啦。了解，好。蒸馏好嘅米酒，難要嘅工人當然落在停腳3年過後，蒸做的老技轉化，變做溫潤嘅酒。太高嘅酒高低度，有冇缺用鹽分嘅米酒，特通都有自家嘅風味。第3年嘅新酒愛裝硬嘅時節，還會進行混合酒。假如冇缺用鹽分嘅米酒，來本米酒嘅品質平穩，同時每本風味還較特別咯。這可能一些，你還可以就會幾多排？70排。70排，而且已經用了4年了哦。冇細氣落，已經上位咧。加米酒，誒，按加啲米酒落去。到這樣多位吧？這個酒精牛突囧牛誒！天哪！哎呦，爆出來，它代表它酒精就，它就可以爆噴出來啦！唔會啦。哇！剛剛本期啊停留到我個三馬當個，感覺到這種酒精揮發一層一層的那氣啊，在我的整個口腔裡面有像空氣一樣的散開來。就叫散開了。而且就對我聽聽個後冷水，吸下落去噴，吸下過後，感覺到佢這種甘甜，有一些哎呦負甘的回甘的味道。陳年好酒，敢唔過呢？像按用標案酒的吼，這種酒精量趴數這麼高啊，嘿，裡面一比落去吼就收工了。所以大哥，那我今天就帶着你這個特別剛來作為要給你們祖傳的米酒啊，感謝你哦。然後帶下你都要到畢業的好做料理耶。好啊，好啊，謝謝你。剛才就寫了一溜，喊你買張了請了，好，拜拜。70%牛肚嘅一個米酒，我老人家就學做料理，敢唔做得？是真哦。幹嘛你要講啊？是的，我兩個教你啦。兩個都可以教我，那就報喜啦！那兩種都好多。好，當然家裡做下，來你。斬菜分太極，菜體行業。平常時老母看人講中都無限，12年
前，老妹老老妹说神秘的传统，前来太子还有水族机穷下种树，高老酒庄合作，结合菜地嘅特产，自然变出众多米酒料理，老家乡嘅客家味，为众朋大家汤面上来到嘅年下。彩芬姐，眼看准备嘅一个姜麻，又有酒又鸡又麻油，本来同看那呀，係咪唔可以講下做雞酒啊？錯啊！錯哦。好，點解看魚煮嘅油麻冇咁樣？先嚟切姜麻了。我哋用麥都是的。用麻嘅就更加麻哦。好。好。米絲要看了係冇？好。剛才也跟俺老媽，我這個切這樣。好，剛才就要用切較細的喂，俺要看麼？細的係你看落去，錯，看睇你睇。差不多了，可是彩芬姐一個雞就搞不穩了，民族俺冇辦法，然後就給弄白睇安呢。哇，也是煮雞嘅吼，煮雞哦，鹹皮哦，這片比俺真皮係嘛？哦，哇，看下條雞肉有沒有就知道，來到鄉下地方就是安樣，我下次解決嘅就散雞，對不對？雞肉好食啦，好，你下食材準備好些耶，做得落去炒嘅吼。是對啦，做得啦，你先標麻油，麻油，倒落去，落定姜麻吼。啊你灌你油嘛，你係哋連麻油標落去，啊即係倒邊邊，然後慢慢炒，啊唔好太火時了，跟麻油等下冇苦到咁好哦，不說文火，現在就要轉小火，就轉細火去，按姜麻慢慢煸本片嚟姜落，雞肉跌落去就咪得。那你下這邊雞肉嘛？雞肉嚟煸落去咧。可以放雞肉了嗎？可以放醬油的。好，那你下邊要雞肉落去。炒。哇，要炒都用來長途咧。出kiếm vòng xe này. 對，些黃色啦。cái kiểu就出嚟。哇，彩芬姐，你今日喺人嘅動作喺人嘅心跳來飆鼓吼。這個雞肉已經滿到連煲嘅都裝唔下去嘅。唔會啦，我冇用太薄裝。太薄裝。你裝好時就嘛，連肉就見黃色去咯，就見香味咧。加米酒。大家米酒落去。特技一樣，唔會啦！你想象放熱，其實得佢就係要放，啊你咪較好啊，識看冇水，哦，識看冇水係點？酒精嗰種三倍一其實識看冇水，嘿，按要煮幾久誒？水冇，哎呦，這就2點鐘哦，1點鐘，嘿，哇，咁好等你時間，等下做的先讓阿朱姐的好聽你做菜哦，嘛是對啦，不，那有天天會播啊。喺眼冇見過世面啦，都係為了一本酒精較極條嘅非法，按用雞湯怎麼有甜味，經過2點鐘天天嘅報告後，研究會知了。阿朱姐，剛剛可能彩芬姐做料理，你應該冇咁緊張嘅吼，放輕鬆。是我比較緊張，因為啊，年頭前要給食材，我很害怕。你阿個吼，我將去鹽雞鹽過，也給去雞下落，吼雞負擔嘅吼。啊，你又準備下椰味，啊又有呀條香菇薑嘛，咁阿朱姐都係呀出菜，按到媽名嘅。麻油炒好頭菇。麻油炒後頭菇，好，交出來先看一下，要用處理了。後頭菇，你冇法度就扣絲落去，用太苦嘞，切較細的，好像口感比較好。好，剛剛要嘅椰味咧，對半鋪開來，兩棟棟嘅鳥冠，裝配就唔會好。油雞好了切，梅湯，嗰唔得對兩旋吼，慢慢流，流嗆了。你處理掉後嘅話，食到就嫩嫩的，對不對？咁就做得落去炒了。好，阿朱姐，第一步先來，湯豬油，湯嘅豬油啦，OK。哇，像倆豬油嘅是咩？人家特別做嘢的，家下東部吼，係啊，對不對？燙一下就好了，對不對？要很嫩。來炒薑麻，好，一薑麻吼，麻油薑落去，薑麻薑落去，麻油啦薑麻是絕配，它一定要放在一起這樣。好了，不用椰味，椰味啦，它亂薑下薑嗎？冇，它亂成薑，它亂成奶燒。
香哦！可是莫忘记哦，今年你的主角是米酒。接下来是包菇、枸杞、猴头菇加一下。猴头菇啊，其实它来看它的是很吸水的。对啊。我说等一下你的米头全部只有底度，可是我米酒70%，啊，等一下米酒都跑进去，等下吃一口猴头菇就晕倒了。唔会。你啊，用的是酒咯，是。那是嘞，加个70%米酒，一大落去嗰种贵件的做下，全部都会酒的香气耶。接下来嘞，你猪肉放落去。那就差不多快完成喽。差不多诶。做下几件充满点酒香，还忙食就醉嘞。蔡芬子讲难得到一转，让我做得中国亚米嘅经典料理呢，水下工。先不让生爸爸嘅下工放啲米酒底度，食水嘅过后再个萝卜，俩切就係針都冇法講。哇！各位太子，你阿得注意啊，真經係一定讚咩？冇香啦。按香嘅米絲啊，我想可能連規隻董事香嘅人都批到誒。咁有啫，玩人葱吧。有哦，先來食嘅酒好誒，弄一些糖哈，要全酒哦。要做全酒哦。哦。慢慢吃。你晓，有土味吗？我是吗？很小暖哦。而且啊，连底度啊、冇落任何其他的调味料，就是麻油、姜麻、鸡肉，哎，你弄去炒听听。其他纯的我亚式的调味都是那个我带来个米酒的调味。那个米对嘿。所以我想要它个酒精散退过后，纯的就系米嘅香。个香味耶，超嘿。好啊，吃上快一个。你看肉，真有吃到。好 Q 哦。对，很 Q 哦。所以嗰肉嗬，唔好剁太細啲，剁得太低啲，佢就唔可以就佢嘅梅子出嚟。很好吃哦。嗲雞肉嘅口感，啲補救過後，同樣溫潤又有彈性，將你咪糖嘅肉質唔會皺唔會澀，嫩又唔會落，食啲最多都係酒香還有清甜。你也不愛行開其他，下你出材料。这是猴頭菇嘛，對不對？猴頭菇係。就那米酒煮誒，誒，先來試啲猴頭菇試試看。我切切 Q 嘛 ，Q 我切切啊。很 Q 哦。猴頭菇啊，我着幾種水分，我說啲做咧絕對係麻油、姜麻、韓格呀，其實拍嘅米酒嘅香味啊，真嘅哦。原來啊，只有成個泰國佬嚟講，這種純米做的米酒啊，它因為是純米的關係，故說米香當香啊。就按那時的瑞漢那幾張出嘅個梅頭出嚟，現時冇事冇，瑞漢那就啲個梅水，真嘅係出啊係啊。野味，阿朱姐姐呢，開花的樣子很漂亮。中意咪食事啦，咪做得啦。主要係等等呢。你看它通一下今天，通下冇煮安叫，冇煮得叫，按照我切開泡泡嘅時，幾張看嫩，按照自己就kuid就看硬底啦。好了，吃蛋補蛋，對，我沒有補蛋，沒有補蛋，吃這塊啊，好了，當然哈，那哈倫底度啊有那種動物性的膠原蛋白，皮膚會開始講啊，你這個都得，不好講。然後這。特別料理咧，醉蝦，人家給下公妹係已經酒醉嘅，酒醉是不是？所以來到東市全部都會酒醉嘿，真係中意嘛是得，嘛是得。有時啊，可惜嗎？好酒哈。無論係雞酒，也係麻油酒香猴頭菇，兩味太子嘅料理，好食到本來唔會食過年，唔但唱下公醉嘅，連愛出有一些嘅粉地地嘅。按用站嘅數呢，比得5星級飯店嘅主廚誒，都係平時用嘅幾多功夫來好料理呢。像阿朱姐你咧，你係本身有特別好做，你係用誒，可是你都做下了做中葡式誒。冇啊，要黐梅殼嘅呢拿車，有時啊看電視啊，望殼嘅呢。剛好朱姐，你知道都會做料理嘅當中，你得到嘛該快樂咧？啊，不看也是歡喜都會啊。
我们就像阿朱姐讲的，不看你是豆粉一就只有懂听，俩呢一激发当中简简单单就提供，佢散发出一种像阿妹用的关怀的人和关怀的去搞不喊你给行。所以阿朱姐你才特别端出这种是黑咖牛煮本新 Q 式的料理来抢来生。求啊！这个我可以帮忙吗？这个我来就好了。好。因为它有发起来的话，如果我们力量太大的话，它比较容易会消。耶呀，跟面粉都要松开。这个撒的时候，我们这边拿，然后这样敲，它就会下来的。对，然后再敲的时候就稍微固定的力量就好了。然后每一个花瓣。你呢？干你嘿这样子，你有 TPA 以后做料理吗？也还不卡煮啊？冇啊，以前从来唔是煮菜，就叫做西门房是煮菜，按是认为家人以前家人的时候都冇法度啊，家人就是嫁鸡随鸡啊，都要煮下厨房啊，都开始煮多点啊，就是要煮啊，这样子啊。对啊，而且用板啊，我讲我们彩芬姐黑影迷讲，彩芬姐你做的料理啊，经营就是家里的味道，就像你刚来讲的呀，不是干嘛该干鸡啊，什么东西都不用加。你说这就是客家人不卡煮的用的煮的传统的。透过你们的好手艺呀，睇家妹提供安用的来做嘞。好啦，谢谢。嘿，讲唔会做的话，就在千几两上。係嘛？啊，所以煮個豆豆，食個豆豆啊。好，來食個豆豆去。個豆豆去。然後補習來，一定要專業呢。我雖然冇辦法 TV 家嘅停嘅，你也就係一生一世嘅傳統觀念。不過我願意學習一下到當強嘅精神，就像劉太哥對焗酒嘅堅持，一步一步嘅走定做嘅過程，就像人生教養，天天呢慢慢地做，爭做得焗出一罐好酒。啲兩步唔但唱有好酒，還有兩個傳統嘅客家新口，三出媽媽做本每夜食嘅食補料理，小暖呢藝術嘅愛做人嘅心老情。香甜嘅嘅酒，本藝啲溜溜嘅份嘅氣氛當中，高一擺補充嘅體力還有能量，而再個出發了，來去請世界級嘅麵包師傅張太哥來臨。哇！你好，請問你係張師傅係嗎？係啊，係啊。哎，師傅你好。你好。我就是聽聞你的冠軍麵包來嘅，聽講你做嘅一個麵包啊，得到提名誒。狀態強太高，料理客家人，學做麵包已經有14年研究誒。對年代是從我學做烘焙，到後來變做得落實嘅專業，歸到嘅行過來無限強鬆咯。而你對麵包嘅堅持，真以為見到你嘅成就，你將做得拿到冠軍麵包嘅功用。做得老來學一個冠軍麵包用嚟做冇？做得，我做以前我先識。我先識？好酷。我先識了。好，我先來考驗埋，唔會生冇案呢。哇，很圓哦，我唔會熟熟脆脆地堆，像人家是剛發出來嘅麵團用誒。這個剛剛才出爐的麵包。真的好。我覺得它熟地都很圓，再做我還有蠻嘅香味誒。要底部煮麵粉，然後水，然後加一些的鹽，下去做誒，最原始的味道，對不對？家人會發因為一種嘅送來做你的徒弟，然後做一個冠軍麵包嘛。做得，要做冠軍麵包以前，你要先以食材買出來。哦，我先去買食材係嘛？好啊好啊，我一下就家裡出發啲市場偷食材啊呢。好。
来临。总体讲，不管是学师的，也是一下已经是做师傅的，都做唔得甜饼特做面包简单嘅想法。无论乜嘅食材，都会黏条透高，经过嘅高层地度，未曾抵得。总体讲吃食嘅啲高飞太嘅，简单想去做牧师，传扬上帝嘅爱。没想到上帝撒俾佢可以那么一条路，本佢做的变做用面包分享爱嘅面包师傅。哇，做师傅刚刚谈的去买嘅食材进来啊，你到那个做面包的天地里面，那个环境感觉到动舒爽哎，特别调整过系嘛？一片做西法，你就会全部室温啦，然后量水的温度啦，全部做在量。啊，嗰种嘅一下感受都会包括係湿度、温度全部係固定呢，请合成面包来制造嘅一个空间就错诶。好，刚刚众生要轮入到我们冠军面包，就是香蜜美人呀个面包嘅主题上面呢，都大家嘅变做冠军啊，从头做到尾，一开始想要做咧。一开始发做留个茶叶，茶叶要打到变粉。呀，迄嘛该茶蜜啊？东方明饮茶。东方明饮茶发呀个成本动高诶。系啊，食出来个味道会较香。是哦，你刚刚讲要给我先来摸粥粉系吗？嘿，摸粥为什么不要泡粥茶？那个茶水因为碱性的，你做面包的话都唔好控制啊。摸到几油的呢？差不多粉的话就会摸到粉，然后给茶叶存一些节的就做的嘞。所以我们的冲台节生面包，我们会试到给茶叶。一开始就全部的茶叶不用都给面包底板，去搅面团，给面团打出来，给茶叶做一滴一滴，这动态一滴啊，面包唔会香。还有米真老给摸粥粉的啊？就差不多了。好，来看一下迄几油的安尼。香米已经做出来了。好香。万事起头难，总太高但强系用茶香融入到面粉入铺，就此个的其下种方法，也种安尼嘅体贴，就是料理人嘅用心。撒下来入铺，总太高流满牙糖，水还要发酵，并令面粉底度搅匀过后，过来就做得来切面了。师傅来到下嘅搅面机底度，你就老给分享好呗哦。那我看你准备这两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夏威夷豆跟芒果干的部分。哦，很标案用诶，这个应该是台南出产的土产了。你台南的。而且你还偷一个芒果干，迄种新鲜、当到水分的反酸落去，它不会全部免特咯。还就免特。一定要偷一种诶。好的，现在搅一下面粉的部分。你觉得做面包除了要的专业的知识以外，还有什么是心态部分需要注意呢？做面包的话就会一开始你称东西咩，称东西你全部一定要准，然后你将前面的温度啦，然后湿度啦，给全部做要量过下去的水温度没有量。大一的面团呢，几多土会发几久，佢全部做算时间的。做唔得讲，今日想要不用1点钟就不用1点钟，不用30分钟就不用30分钟，做唔得。师傅刚撒过来，老爷给我们的食材都落去，然后加一个果仁，然后这个有夏天味道跟反酸果仁，大家吃起来又茶米香，风味一定很特别。好，比较远就好些嘅吼，行啊，再加水冇咧？唔是的，唔是嘅，按用做好咧，就做得来糯面团。切好嘅面团，我哋冰箱度放1夜，主要係大磅大碗，本發酵發生下降，天天的發，面粉將做得足卡度嘅水分，增加面團球軟嘅口感。一樣不夠後，經過水來蒸鮮，蒸鮮嘅時節，水腳要強烤，高流面團送入水上底度，本期高發100。太陽嘅2點鐘過後，就做得準備並入配上肚了。
这个我可以帮忙吗？这个我来就好了。好。因为它有发起来的话，如果我们力量太大的话，它比较容易会消下去。哦，已经蓬起来啊呢。然后我们上面要做一点装饰。叶上去的糖粉是吗？这上面的是面粉。好，我来吃，可能叶呀跟面粉都要双倍。这个撒的时候，我们这个面拿，然后这样敲，它就会下来了。对，然后再敲的时候就稍微固定的力量就好了。然后每一个花瓣把它撒完就好了。嗯哼，要做的已经如好些的吼。大枪这就很好吃的。对呀。你会不会边做边偷吃啊？我喜欢崩翻嘛。哇哦，呀一层面包啊，呀都不会熟哎。第一度很软软，就有点介于面包老跟糕之间的口感。这个咸猪肉真的很咸堆耶。这个进炉之后，我先让你先试割，好，割的部分，然后第二个等下再让你撒一次。好，这个刀片的部分，我们把它的肚子的边边稍微画一条线。为什么？它等下在烤的时候，它整个胀起来会比较平均。哦，对。然后这边也是，再画一条，两头就好。哇，它到时候发起来那个形状会比较固定。哇，这就是小撇步喽。當真講卷麵包一時都冇簡單，搭鋪都攞溫度有動態嘅關係，會嘅高層地度沒有時時注意。太過講，對搭種麵包都要上係佢自家嘅完美溫度控制，肯定特碟對拍變到差嘅香味美味，就像天白那樣嘅，灑出長遠嘅光芒。好，師傅剛剛偷準了呀，給酸呢。要種乜嘅麵包？這個要來做客家本色。客家本色？因為裡面有用到嘅鹹豬肉。不是都台中亞島味，算是一個有好肉泥、有客家年收菜。你可以用麵包跟他介紹客家的食物就對了。好，該都帶牙給我來處理呢。先對半切。這酸泡嘅鋪頭用。酸泡全部酸泡老料、綠色料全部都要用。全部都攞去，因為裡面都有營養加測到底度。像你要切的話，總唔得切挺細，挺細烤出來會糟嘅。總唔得切挺大，挺大的話包到麵團會走出來。所以太細差唔多。太細裡面有吃過，係輕度好誒。我所做一個麵包師傅，唔單槍為了給麵包的貼心，還要很會拿刀子要練。對不對？而且都按樣嘅差唔多1公分左右誒。差唔多，太細全部差唔多加按樣。像你切的話，就是蒜白跟綠的部分一起放，等下控下包就好，因為蒜白然後嘅在前面的2隻嘅米都冇朋友。哎呀，鹹豬肉咧？鹹豬肉沒有切，冇按樣包下，因為挺太低，還會挺鹹。太甜的就會差唔多就來去切下就好誒。要做的已經滷好些沒吼？大醬汁就很好吃的，你會不會邊做邊偷吃啊？我喜歡崩飯嘛。我覺得它鹹豬肉就醃的就當像自家家鄉式的一個米頭，聽下一煸水的時間啊，就拿倆鹹豬肉去煸水，用倆來做三明治的部分。而且都按用一塊一塊的安尼，送到去鹹咗咬到嗰種口感安尼。好啲係麵團咩已經呢，養布誒。嘿，那養布的麵團。對啊，那就會冷藏1個晚上哦，然後早晨來都可能幾多炸就做幾多炸。好。然後去乾片。對。哇，你都去推家誒，做工夾嘅彈性當中都好誒。對，因為它1個晚上冰1個晚上哦。呢度有用埋香草係冇？呢部係意大利香料。哇哦！
好 Q 弹哦。刚才做的喊看来看重的会可以吗？你就是要固定这个长度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对。OK。来到一重的面包就变得东奇怪。蒸好嘅面团，加到嘅米奶子，嗰邊就會固定比例嘅客家含豬肉，各樣配料都做唔得太多，未做唔得太少，就會係馬啥都用唔係愛食嘅平面米料。前面個嘢就會黐黐嘅酸呢，個冷面團天天呢從爆水膠用嘅粘起來，愛當注意哦，真唔會冷面團弄爛鐵，沙丁就做得個標本技法咧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最后发酵。好，用50分钟吼。差不多50分钟。師傅，剛才做嘛也給老家下香米美人，也給發個地方我用嘞。因为香米美人是歐式面包，歐式面包最後發酵，它的濕度大概50度就夠了。那像這種軟的面包的話，它的濕度大概會在85左右，因為它烤出來要濕軟，化口性要好，所以會放到這一邊。原來黑暗呢，不想到都不用常温底下也可以讓它發，原來這也是一個關鍵，對不對？對，你放到常温的話，這個皮它就糟蹋了。好，那就等一下了。好，大家已經本機發咧50分鐘左右誒。差不多。現做得嘛，發都有講嘛。就差不多誒。差不多誒。面可能有個度時候，有的軟碎碎嘅感覺啊。好。我們講很有彈性，就差不多誒。最後我們要撒一點粉，勾2條線之後誒。做乜搞個咧？因為客人呢，就是你給客人看到底部有餡料到底部，他會比較安心。因為提供買的東西，底部包還買的東西，可能就提的哈。做唔嚟又做唔嚟割2塊，我就被披薩了。佢2塊咧靠底部就糟蹋了。這樣我們就可以入烘烤了。容易配長度配太陽1點鐘就好食嘅，紫米長太高，要頭頭嘅作為一種麵包來搶眼。佢係用家鄉傳統細個嘅蘿蔔乾做嘅菜脯卵。長太高雖然學嘅係歐式麵包，不過做一個客家子弟，仲係希望做得老傳統嘅客家米，用熱麵包底度本顏色咧為前米。師傅，有冇睇到人家做一年麵包，就從俺簡單來想噶哈，而讓我們他做一個冠軍麵包，都在從零開始，邁向100分冠軍的路。短短的一天，實在體驗咩唔啦？不過有冇青春又覺得講，雖然講冇做好，不過還是會做。兩個剛出爐的香蜜美人，哇哦，可能還溜有一些鹽呢。那講呀，正經都有煮的話，怕做的是1類捏咯，這麼乾燥，對不對？而且我都不會配那個皮正嘅，外面是酥的，裡面還是這樣子。對，裡面是軟的，有彈性。麵包好像要起的是較厚厚。你裡面的發好，做了麵包，天熱時會較軟，然後反酸過的米頭較重，跟天熱時的話就個茶米頭會越來越濃啊。越來越濃。正經那個茶米香米係貴在包的呢。懂那一隻哦。因為底部冇糖，就表現寫的蜂蜜都底部添。因為食的這種小米啊，做的一盒，食的一盒是唔會那樣的。而且那種東方迷你茶，貼片有透過誒，越嚼越香啊呢。吃可能兩個有兩個反酸果，兩個夏威夷果仁都有。一開始那個反酸的米頭凍蟲會出來哈，酸甜的。吃東西悄話吞下一時間，你會感覺到舌根的部分哈，cái茶葉的米頭會慢慢的出來。陶師傅完全可以說來這個這東西啊，沒只有味覺感受而已，然後一慢慢的一層一層的了解抽絲剝繭，你這樣做了解都帶空的嘛個鼻妹都得通完的。一種香酥啦。而且剛才跟夏威夷果仁進去，有口感的、脆的，不過腦海應該會有驚喜。不愧是冠軍麵包，而且上半呢還有一個也油桐包嘅筋呢，沒多掉人家嘅筋。大家給師哥誒來吃我們的銅山鍋腿吧，客家本色。哇哦，一層麵
面包啊，也都不会熟哎，底都很软软，说有点介于面包和乱糕之间的口感。这个咸猪肉真的很咸堆耶，超好吃的。一开始迄本来唔会用酸的，係用嘅洋葱。可是烤出来的时候，个洋葱会水的，就冇买米头，然后就一系列变一系列甜甜的甜的，咸猪肉跟米头出来，然后就想讲我很酸的，个酸的烤香米出来，但是个是要用台湾的沙拉，沙拉会较甜一系列，对，到后面我就想讲日本式的。用日本的芥末沙拉，瓦萨比到底度啊，有一点点呛呛的咸味，然后再跟咸猪肉的搭配。我说对做料理的人，其实它的味觉真的很重要。有一感受讲，那该面是老妈的东西夹穷哈，给我黑夹的，不是说是那种太腻呀，要讲磨罗碗呢，真劲呢。有一种按到乱手面包，有一种冲击的口感。係由奶稠嘅福卡哈面包，皮蛋菜脯卵，清香嘅米線，就有一種幸福感覺。一條對面包類嘅感通，都係狀態過14年來，一啲一啲嘅累積嘅成果。一開始啲新竹學時嘅3年lang嘅期間歷程，有的先生無空鋪嘅高技，沒有的師傅會空掉起來。後來啲阿妹嘅支持之下，決定到日本去學，打開全新嘅世界留未來。日本人做東西都麻煩，做一張麵包，底下溫度又要量，水又要量，物件又要量，啊，像又按麻煩做。cái水煮拿來總都要變開，人做好做得大，我條擺學做安樣。可是我最近想就，差不多3年的時間，我就把我的頭腦就是從那個時候的觀念，對，重新洗過，大概差不多發生喺3年的時間，慢慢去體會，其實技術類的東西好唔完，就。越學習，你會覺得自己越不足。對，在那個時候我就開始選擇，就是我一定要謙卑。就那個時候開始，我就學東西的時候，我自己就像我是一個海綿，我會把海綿裡面的水全部把它擠乾，去吸新的水。我絕對冇人講，我日本做來，也就因為第一天冇愛多。絕對不會有這種想法。老師傅按用功好了，好像是師傅已經年紀很大，其實佢行動後生，30郎歲聽聽，在經過按斗嘅階段裡面，是讓你重新，而且甚至到現在來，你都還會常常讓自己歸零，去看別人有什麼值得自己學習的地方。知道講倆沒很太高的好習的態度，就像是最後我們在你們2個店後面有看到你有一些座右銘，對不對？就是開店的時候，其實我一直到現在做麵包，我還是把我自己當消費者。我咬下嘢嘅時，我食落嘢嘅時，我有乜嘅感覺，我有乜嘅想法，所以在我的看板那邊我就會寫，就是像我做麵包咩係時間、溫度，然後重量，你都我全部都不能夠退讓，加1減1都不行，這樣子，就從你對品質的要求。面團啲狀態個嘅數紅針，啲切嘅功夫度，成就一粒好食嘅麵包。狀態個講，成功做唔得bằng山高，就係要對100又100嘅失敗啲度去學，熱是熱，本心嘅溫度，水嘅純淨，強下容易面團，啲正確嘅量度當個，感通嘅一下嘢。就係啲熬下麵包嘅最開始，彌漫狂山。禮拜來到台中，無論係學做麵包，也係做米酒，我都感受到嘅青少年嘅人情味。小碌碌嘅街頭地度，釋列出來對溫度嘅堅持。喺家啲狀態個嘅小用當中，看到嘅做麵包嘅初心，大後都釋列出關於麵包嘅感通哦。其實所有嘅專業都係對呀條路嘅熱情來嘅。
就像也单纯嘅米酒，少用到解酒当中用用，少暖爱你嘅习惯。我记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燃燒。下週好米西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